近日，北京一則房地產新聞震動市場。香港一個富商位於北京核心地區嘅豪宅大降價7折清倉，唔少單位減超過100萬嘅人民幣。商人將商品減價套現，正常人會形容為大出血、大賤賣、蝕本價。不過呢盤生意有啲唔同，因為點減都係賺。2001年，呢個發展商只係用7億元嘅人民幣就攞咗北京朝陽區一塊總面積40萬平方米嘅靚地皮，每平方米嘅樓面價就係1750蚊。用港式嘅算法就未計建築成本，一個1000尺嘅單位大概係值17萬5千蚊。攞咗地皮之後，發展商就唔急於開發，地皮一攤就係4年。直至到2005年中先動工興建第一期，當年開盤每平方米嘅售價已經升到去9000蚊，即係用港式嘅算法，一個1000尺嘅單位就售價90萬。之後再拖幾年，去到2011年先建成第二期嘅項目，開售價已經升到每平方米接近3萬蚊。港式算法即係1000尺嘅單位已經賣到300萬啦。拖拖拉拉之下，去年2024年終於再開盤。呢個時候，周邊地區嘅房價每平方米已經超過10萬蚊。即係港式嘅計算方法，就係1000尺嘅單位已經賣到1000萬啦。地產商一直喺度收割土地紅利，今日7折出售套現只係賺少咗，並冇蝕本呢一回事。呢40萬平方米嘅土地被發展商以碳慢板嘅方式持續開發咗24年。由於呢10幾年內地經濟光速發展，屋苑樓面地價上漲超過50倍，估計發展商透過呢一場24年嘅囤地遊戲獲利超過600%。呢一種攞平地囤地多年再高價出售嘅模式據說係呢位港商喺內地房地產嘅慣常操作。各個地方政府由引頸盼望等到心灰意冷。其實根據內地閒置土地處置辦法，任何土地被閒置滿2年政府可以無償收返土地嘅使用權。但係呢位發展商一直聰明咁透過分期開發、少量動工等等嘅方式，將土地拆分為好多期，逐一慢慢開發，就避過咗被收回嘅風險啦。北京朝陽嗰塊地24年嚟，因為政府投入基建同埋人口紅利，使到發展商嗰7億嘅買地成本變成450億嘅豐厚市值。原本政府將地係賣俾港商，就係希望佢哋能夠帶動呢一度嘅經濟發展，咁結果就變成佢等你發展，然後帶挈佢發達。類似嘅手法唔止喺天子腳下嘅北京發生。今日好多中國城市裏邊嘅發展項目都踩過咁樣嘅雷。日前同一位嚟自成都嘅朋友傾開偈，佢就講出成都嘅中招經歷。呢位港商喺2004年嘅時候用21億購入咗土地，一囤就係16年。2020年未完成開發，就以78億轉售。發展商未起好樓已經可以賺大錢。可憐接貨嗰個唔單止單位賣唔出去，仲深陷28億嘅稅務債務同埋股權糾紛嘅泥沼之中。另外，重慶有塊地皮，呢個港商喺2007年以24.5億購入，囤地10幾年之後地價已經飆升到200億。仲有上海啊、東莞啊、大連啊、廣州等等多個樓盤，手法都一樣，都係以低價囤地，等周邊地鐵商場起好晒再高價拋售。咁樣嘅操作在商言商，係非常高明嘅商業行為，但係喺國家發展嘅路上就係成為咗收割城市基建紅利嘅掠奪者。香港流行一種電騙嘅模式，叫做猜猜我是誰。今日大家不妨一齊估下呢位利字當頭嘅港商又係邊個？猜中冇獎，只得慘痛嘅歷史教訓。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請你撳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想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撳埋個啷啷啊！多謝大家。